周家強先生。咁我哋嘅追思會繼續。想請問邱國良先生係唔喺度？係，麻煩你上嚟台前好嗎？唔該。跟住落嚟話我哋致悼詞嘅係周石輝先生，教育界嘅朋友，浸信會呂明才中學鄭祖澤校長。好，各位頭先介紹我咧就話係周校長教育界嘅朋友，不過有時我覺得咧就好似可能介紹我咧係話係佢嘅波友咧就會更加貼切一啲。我喺80年代咧係認識周校長，其實都喺球場認識。咁跟住咧就喺球場裏邊咧係並肩作戰。由呢10幾年咧，我哋新界東校長有一隊足球隊，我哋經常咧一齊打波。諗翻轉頭咧，係同阿周校長打波咧係非常之開心嘅。佢打清道夫。第一我知道咧，佢係會每一場都搏到盡，有佢喺後邊咧係好放心。第二咧喺球場裏邊咧，佢係好多聲氣嘅，但係嗰啲聲氣咧係不斷鼓勵隊友，從來唔會因為咧你踢得唔好，佢責怪你。第三咧，如果你有某啲隊友咧同對方球員有咩爭執咧，佢立刻咧就會飛撲上嚟咧。用佢咧做健碩嘅身軀咧，一推開兩個，咁啊做和事佬。咁另外咧就完咗場之後咧，佢好多時候又喺度執頭執尾喎。有時啲隊友一下唔覺意咧，留低咗啲水樽喺度咧，佢就會好主動咧，將個場地清理好，搞到佢乾乾淨淨。我對周校長嘅印象咧，如果我描述佢，我覺得佢係合時。我覺得佢合時唔係因為佢好打得，所以我知道佢係太極高手，甚至而家咧仲玩埋劍道。我覺得佢係合時，因為佢有合宜嘅心腸。或者我分享一件小事，有一次咧係校長杯足球賽之後，佢車我返沙田，經過一條比較僻靜嘅路，佢忽然間停咗架車。然後搞低玻璃，咁咧就向外咧係喝罵。佢話咧：你快啲停手，唔好再打人，唔好再打佢。原來咧啱啱有對男女咧係過馬路，可能有啲爭執，個男人咧就不斷去打個女士。我諗咧就如果個男士唔停手咧，我相信佢一定會跳落車咧，然後咧係衝埋去咧。係保護呢位佢完全唔相識嘅女士。不過咁啱後邊有架車亦都停咗，原來個車上面咧就裝咗一啲咧係便衣嘅警探。咁佢哋都睇到件事咧，佢就落車表露身份去處理咗。呢件事其實咧我都有喺我自己學校組會裏邊同同學分享。我就話咧，呢啲就係合宜嘅心腸。我記得咧就好多年前有套劇集《包青天》啊，在座唔知有冇睇過啊？其中一次一個環節咧，包青天描述咧佢嗰個保鏢啊，嗰個有保鏢展超，佢話咧合不在武而在心，合不在武而在心。重要嘅唔係你幾好打，而係你有冇呢個合宜嘅心腸。我成日覺得周校長佢唔係現代人嚟嘅。佢係古代嘅燕趙豪俠，佢係金庸小說裏邊嘅人物，佢係經常合以為懷，抱打不平。我諗我都可以代表新界東校長隊嘅成員講，我哋好懷念佢，我哋永遠懷念呢位人中大俠周校長。